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去年在大家如太关心总统大选的时间，一群农民提300行上开泰吉兰太土，抗议政府所提出的土地征收条例修正案，是假土地争议的名义，无办法解决按多年来土地侵财路时的征收的问题。12月13日听案的土征条例修正案，仍会受到农民团体的反弹呢。来看俺人的整理报道。12月下晝時條，台北落定羽毛嘅，暗號呢天時，一群來自土種苗地區嘅老人家，拖得安老嘅身體來到總統府面頭前抗議，也竟然係舉掉第300來到開泰吉來睇圖。有導人還帶定一大台嘅禾稈，一開頭學特定裝下當接看到嘅禾稈葉，向下狀態實施。有人就係帶定世界不卡中嘅農產品。調出土地爭議時，也調為到假業萬乃經驗農民，被逼到關於面對群眾，其中因按照阿上伯嘅拆建上，更加變作基督學抗爭當接看到嘅人。阿上伯係新竹業竹北市嘅農民，雖然經84歲。唔過屋卡的基本貼，亦係喺前成一族。4年前，杜拉前則買嘅一棟屋嘅，辛苦嘅貴生人，係因為新竹縣政府嘅台灣知識經濟期間延期計劃，提出要本人證書，嗰部將嘅行上記錄，捍衛家業。我80歲這樣買，這樣買嚟屋，買到。呀！我今年84年買3-4年嘞，叫我遵守我我唔係，你政府唔係講你從太建設，你讓種老財團、老政府糾結去搶我嘅土地，我唔係。從阿上伯嘅情形，其實呢度，從內政部嘅統計，2001年到2010年，10年來。全國有超過1萬公頃的地土被強制徵收，有將近6000公頃的私有地被期團徵收。學者就批評，按照徵收，危害民眾，隨時都有可能冇得財產權、生存權。如果我們活在一個我居住的最根本，都隨時有可能一個政策的變化而被拿走，那其實是非常不穩定的狀態嘛。所以我覺得台灣因為這個浮濫徵收，已經出現了這種你居住的根本隨時會處於危險的狀態。因為按樣，苗栗太埔事件過後，2年來農民團體就積極地對政府施壓，希望做嚟修改土地徵收條例，去防止烏白徵收。立法院也正式地2011年12月13通過為新的修正案。以第63條條文修正通過。雖然建議立為限定土地爭議，因為修法經附議的民意，不過農民團體還喺徛等拍鋪條，遊行表示不滿，甚至冒嘅12500件的歌賣來等報紙廣告，批評修正案根本無辦法解決烏白徵收的問題。這係幾兩黨大家協商嘅，人民冇辦法接受。來就講土地徵收，樣板強長遠嘅土地，人民冇答應，你係完全違反憲法第15條嘅。個人民嘅工作權、生命權、財產權完全都俾你搶去啦，你係來就搞造法律，完全是違法嘅通過。其中對保護鐵田農業區嘅看法，亦係意見完全無統一。修正案第3條之一。明天包括的國防、交通、水利事業、公用事業、公輸天線路使用，也係行政業核心的生態建設，做嚟徵收鐵田農業區。不過，學者認為，也係引起按照爭議的徵收案，但是都係行政業核心的生態建設，根本冇辦法真正保護鐵田農業區一條安好的田丘。可是我們回過頭看過去行政院核定的重大建設，我們就會發現，現在所有的徵收案，不管是大埔，不管是相思寮、埔玉，都是行政院核定的，甚至於包括台東的美麗灣飯店，也是行政院核定的重大建設。換句話說，如果留了這麼大一個後門，這個杜絕浮濫徵收是不會停止的。
故說擘嘅係重大建設咯，做事業係較謹慎嘅階段。一擺修法度一整列嘅關於公益性、必要性嘅 KTA 評估標準。不過，一啲評估實係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一考量。每一個徵收案件拿出來，我們要按照這樣子的那個要件呢，一一的來檢核，它到底真的是不是符合政府可以做強制徵收的要件？但是這一部分呢，政府完全都不肯接受。按照苗栗縣三環鄉最有兩個土地徵收嘅爭議，苗栗縣三環鄉為啲嘅繁華嘅頭髮，然後剛剛有名嘅南莊東岸，係典型嘅農業鄉鎮，串聯三大鄉鎮嘅台三線，特別讀到了業差變多作為實測。直接這樣切過去就對，從直接這邊這樣切過去20米，從這邊拉到那邊這樣切上去。故說第三環鄉無所謂整治下，公路局決定第三環街區挪撥做國家嘅外環土。做到銅鑼墾啊，一出停了，咧山腳下做鄉公所後尾啊，一出到咧松埔啊，差唔多2公里啊，做整治交通部嘅來攔嘅視察。那經過咧幾年嘅一個樣嘅處罰呢，做近邊做有隻天安。三環鄉公所認為，做外環土有其嘅公益性同必要性，不過有啲居民認為係要另外嘅替代方案。做得順着河壩來做，冇事業證書應該提。台三線開在那邊，我覺得他沒有通盤的計劃，而且他開在那邊有很多的爭議，他也會拆到人家房子。事實上，我覺得他規劃的不是非常的完善，而且他也沒有跟我們溝通。外環土順合，三環鄉公所也準備做都市計劃檢討，劃定2公頃的機關用地來做新的鄉公所辦公大樓。李延農中政府搶要嘅3分貼就拄好啲啊，就要面臨不應證書。不過，佢知道當義父嘅係，也係鄉公所嘅大樓最應濫用嘅，做乜嘅勞民傷財，能夠起新大樓。佢冇事要啦，佢自己嘅行啲機關用啲是大樓做得啦。確實係喺農業唔落，確實係是個大樓做得啦，有事要做那個。兩個農地用來做了，因為3萬人口，你說要徵收這麼一大片的土地，你人口又沒有增加，反而一直在下降，這一點說不通啊。對呀，三環鄉公所唔肯正面回應，搶講新設機關用地，做得帶動地方嘅繁榮，增加土地嘅價值。我的意思話，老了目標曬到農業區，係因為農業區擴大，唔夠轉來時間，嗰個有機關用地為數跟農業區就。慢慢會往住宅區，跟人口都緊轉來嘛，係冇？這樣意思只有增加土地的增值，不會讓農民那個是吧？土地正義，土地正義。兩邊的看法完全冇衝突，做事業完整的長期爭議與評估。農民團體提出應該接行政長期法期盼行政費。不過修正案係維持無法律約束嘅公堂費說明費形式，將針對鐵地農業區度經過行政業核定嘅重大建設，有爭議嘅時節就期盼行政。不過馬家按照爭議，三一講到唔清唔楚。它有3個限定條件，一個要行政院重大建設，一個必須要是在農地，一個是有重大爭議。好，所以換句話說，到底什麼才算有重大爭議？我們覺得抗爭就算啦，那政府怎麼裁量？另外，將3萬外環土建完成核准的徵收計劃，係照舊嘅土地徵收條例嘅規定，徵收嘅價值係公告顯示，因此公告顯示，但是老私家掙扎議題。一措施不應徵收土地嘅居民嘅不滿。一平樣那個徵收7000的喏，我現在買咗啦，我冇愛啦，我冇愛徵收啦，你就話我土地入我啦，我有土地，我還顧得申辦，我還有種菜，還多的，還有飯都食啦。那個徵收係我還沒有做開始，我還沒有給到人家補。三環鄉公所也表示，做建天數調整徵收嘅價值。也係公告顯示價市上，然後提倡物獎勵財前的補償，10平方公尺只有2000元，竟然比附近的其他的徵收價是更加好。簽呢都投98元開始呢，投1米呢
差不多900元，一次调整，连续3年调整到了目前呢1平方米是1700元。那么再加一个奖励以及统一的等等的时间呢，那一甲档下来啊，差不多就有2000万以上冇以下啦。比起嗰前兩3年呢，南莊樓3萬嘅外環套啊，佢一甲檔上平均1000萬啊，可以講呢。人哋公所啊，親身切啲為人哋鄉親啊，爭取最大嘅一個該當一定的一個補償啦。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卖啊，因为不是说全可以取代通通啊。因为你看现在粮食的危机，再加上天气的异常，那事实上我觉得土地不是用钱就可以换来的，而不是说你给我们农民钱，我们必须就要给你征收。到底要用幾多錢來徵收呢？公告顯示喺當年元旦，各縣市政府嘅地價評議委員會公告嘅，必要嘅時節國家上了不少。不過因為地價評議委員會又係由政府來組成，公平性要加上本議爭議，故所啲土政條例修正案度，市價不少也被看作係重大改變。不過市價實係由地價評議委員會來決定，因因為咁樣引起很大爭議。不動產估價師就用差的證書來表示佢不滿。市價補償為什麼不善用這一群好不容易考上國家考試資格的估價師來幫老百姓的忙嗎？人民難道沒有權利委託估價師幫他在徵收補償裡面稍微爭取一點微薄的利益嗎？尤其是在民間這個土地的這種徵收，這個徵收呢，他們都按照這種市價，這個市價你了解到底是還是說，是哪一個最正確？那麼估價師來做一種評論呢，那麼是最公平公正，又是第三者，就不像還說政府是球員到裁判。不過內政部則表示，徵收補償交俾民間機構來查估，可能會有數年公開的爭議，故所堅持由政府主導。農民團體認為，係用根本有修法啦冇修法都同樣。我們政府呢，他所有的市價徵收，還是給現在那一些在地方政府裡面去做那個去評估那個公告限制的同樣的一批人，叫做地價評議委員會的這一些人，一樣是交由他們來評估所謂市價。那這樣子跟現況有什麼差別？另一方面，修正案通過以前呢都冇算是。第63條有明文表示，市價補償嘅實行嘅日期由行政院另外貼。也就係講，修正案就算通過，也下嘅徵收按揭係冇辦法用市價徵收。不過附帶建議實有要求，台中市嘅台中7月5日運行北屯線工廠，就算經公告徵收，係做得照修正案市價補償。又說啊，台中的這個什麼這個捷運可以優先適用。換句話說，這個修法到這裡，我們覺得充滿了政治角力。換句話說，即使是馬總統允諾的最低限度的市價補償，都還遙遙無期。早在85年，我們的大法官會議，他有做出一個第409號的解釋，他說，因為徵收是對人民的財產權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所以各項的法律規定，它的要件呢，要不厭其詳的把它規定到法律裡面去。然後現在到了100年的修正，還是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公開必要性，公開合理。農民團體看來問題很當多的土政條例修正案通過無結果。苗栗新竹狀況一條所在，要陸續出現反徵收的抗爭行動。農民團體認為，一條都係對土政條例的不滿。立法人係因為講你係去通過嘅，你北上嘅反彈的現象會很強烈。佢按用多數嘅來表決嚟說，會對北上很反彈，北上會很反彈啊！所有北上會所有注意啊，大家會傳染起來很反彈。前幾天，也睇一幾年，但係有一批苗栗嘅大學生，串聯嚟苗栗嘅農民，發起嘅公民遊行，要求當天嘅立委嘅參選人簽貼去簽歐北證書嘅承諾書。有人係直接答應嘅，有人唔單止唔肯，甚至當不滿抗議民眾係要強硬俾人同意。
这个部分不能这样写，好不好？啊，这个对学校上不公平。我跟你讲，对学校上不公平，你听不懂的。我在上面有修几个字，今天要签，我们不是不同意，但是你要照我们的意思签。就算冇得到生意嘅回應，農民同學生嘅冇實質，銀行嘅暗部頭切到空客，我用高息用行通一間唔通一角，佢哋相信總有營業做得改變現況。為了公平正義，保衛家園，你哋客家人是從強強以聲音是有兩個所在，政府啱啱係同意，嗱財團糾結，我認為上天要有保佑呢條採購人員的身份。這並不是說徵收到誰家誰才站出來的原因，這是就是土地是我們大家的，然後我們應該都就是年輕人或是每個公民都應該去關心所有的公共事務，因為我們都一起共同生活。不要跟進，好，保持這樣的距離，好，跟到，嘿。就算唔係當熟落，還係勇敢地面對政治人物、爭取權益。就算按落身體當無理撇，還係堅持行上街路表達訴求。農民上台表示，土政條例修正通過唔係結束，係團結的開始。